第5日即天就爱摕午时水，即食午时水无肥也水，即午时水啉一喙，较赢保佑食3年。台南县华庆安宫，逐年第5日即天，就会甲300多年的荷兰古井拍开，即古井到担内面阁有水，民众会爬登去保平安。原来已经停办3年的食西瓜比赛，今年庙方也恢复举办，现场是闹热滚滚。 死神一到，大法师带参会贵宾准备拍开有上百栋历史的古井。但市定古日生活庆安宫每当拢会举办出午时水的活动。这个荷兰井敢若限定伫5日即才拍开，早期提供予附近庄头做使用。不过到呾也有水源，真侪民众摕大大细细干仔来装，望会使保平安。请井泉神君5量神水，然后较开始取第一桶水。 好取水互这信众会当取登去迄个使用。8点半就来了，然后等到现在大概3、4个小时吧。装午时水，算讲长长的会当迄个平安顺遂。 传统习俗第5日即挂香包，代表气邪避煞。庙方特别准备鱼仔造型的香包送给大家。庙埕排队队伍下下停停，人叉，马上就互摕完啊！另外，因为疫情停办3档食西瓜比赛，搁停办大人囡仔拢喙笑目笑。专门体遮吼，拢有种做者西瓜，我嘛是吼，伫这遮热热的这端午节呢，办这个食西瓜比赛嘛，是替阮这个农民呢做一个宣传。吃完的话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奖品。 不过很趣味。庙方用心规划一系列的活动，互民众有食阁有掠。家长讲，这个活动嘛，互囡仔种一步认捌台湾传统的文化。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。